3、2、1。你好，我是五赛嘎姑，我是五赛。现在开始啦。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美感专辑里面的有一首歌叫做《威哈嗨》，千万不要念成威哈哈哦。阿美族呢最大的庆典呢，想必大家一定都知道，就是丰年祭。丰年祭的族语名称叫做伊犁信。通常在我们家或者是我们部落，通常我们要讲说丰年祭的时候，或者是要讲伊犁信的时候，我们可能不会用到这个词，我们就会用哈嗨来代替。就是这首歌的歌名叫威哈嗨，所以呢，我们就会说，你这次要回去哈嗨吗？你今天要去哈嗨吗？你明天要去哈嗨吗？就是我们会大概用这样子的讲法。所以呢，如果你到部落的时候啊，你就可以说，请问你们哈嗨是什么时候会被打？没有开玩笑，通常我们都可以说，我也要参加你们的哈嗨，就是我也想要跟你们一起跳舞的意思。那有听上一张专辑的朋友呢，你一定都还记得这一首歌阿嘎达瓦人，不要忘记阿嘎达瓦人娃娃诺班扎，不要忘记我们自己是阿美族的小孩。那这一次呢，这首歌威哈哈也是马路达的创作。那在这首歌呢，也请他还有姐姐没有一起来参与，一起来唱。那这首歌不知道你们大家听了有没有觉得它非常好唱，也非常好学。所以如果下次呢现场演出的时候，希望你能够大声的一起跟我唱威哈哈。威哈哈！那既然都要跟我一起唱的话，就要先来练习这首歌的歌名啦。我们来学今天的阿美语小单字。这首歌的歌名叫什么呢？威哈嗨，一起念吧。威哈嗨，很棒。那第二个小单字呢，要教大家讲的是，大家在参加阿美族的丰年祭的时候，通常你们都会背一个东西，叫什么？情人带。情人带的族语叫做阿鲁富。阿鲁富，这样子学会了吗 ？OK， 喜欢我的分享的话，请继续追踪我的频道，别忘了记得。还有，如果喜欢我的本人的话呢，也可以追踪我的 Facebook 还有 IG， 会有很多的消息跟讯息。最后最重要的是，美感专辑请听10遍。好嘞，谢谢，我们下次见。他突然想说要怎么打？